你好嘛，係我。時間嚟到唔知第幾日，總之就係呢個3日2夜團嘅第2日啦。咁就嚟到呢個粉紅湖啊，睇落都幾粉。不過今日光線唔係好夠，所以就可能唔係好夠飽和度。一陣可能再等下睇下會唔會再出啲一個粉紅色。根據啱啱導遊大哥所講咧，呢個粉紅色係點樣生成嘅呢？就係話說呢度有一種特別嘅藻類啦，會有比較多嘅呢個胡蘿蔔素。呢度會有啲蝦食完呢啲大色素嘅藻類，再死咗之後呢，慢慢咁代謝，一路積聚落去，就會慢慢堆積咗好多大粉色嘅物質，再沉澱喺呢個湖底。咁經過陽光嘅照射呢，就會顯出一種粉紅色嘅景象啦。都係大自然嘅力量。咁我咁講咧，所有嘅美景都係一種緣分。但係講一輪個天又開始再暗啲咯，究竟有冇機會見到比較靚嘅粉紅湖呢？而家都係見到比較多粉色嘅可能鹽塵、岩塵咁樣。然後就嚟到一個叫卡爾巴里自然橋嘅地方，類似喺香港嘅嗰啲海蝕洞、海蝕拱咁啦，就係經過長年海水同埋風化侵蝕嘅岩石景觀。懸崖嘅岩壁經過海浪嘅沖打咧，就慢慢形成一啲洞啦。洞越嚟越深陷咧，就會形成一個類似於橋咁嘅地貌。但係好老實講，似唔似橋咧，就真係見仁見智。即係呢啲自然景觀嘅命名一般都係比較抽象，即係由一啲比較有藝術感嘅朋友去改名。不過其實我覺得對面呢度仲靚，即係自然之橋嘅另一邊。呢度嗰啲岩石紋理好似要靚一啲。陣間咧嚟到呢個自然之窗、世界之窗嘅一個入口啊！依家就係一個停車場嘅位置。咁咧呢度就有個實時嘅溫度計俾大家睇啦。36度啊！36度嘅秋天。咁唔係好遠啫，好似話係行500米左右就下坡路嚟嘅，行10分鐘唔使就落到嚟呢個自然之窗或者世界之窗，真係幾靚，不得不說，大自然嘅鬼斧神工，正。同埋必須要講嘅就係呢度係好橋到烏蠅嘅，因為呢度比較乾旱咧，啲烏蠅一遇到人咧，真係覺得你有水分就會擁埋嚟，喺咪度嬲住你。咁如果有需要咧，可以喺超市買啲防蠅罩咁樣兜頭笠咧，咁就會好啲嘅。如果你係好驚昆蟲、好介意俾昆蟲嬲的話。Kalahari Skywalk， 卡爾巴里啊，天空步道啊！都只係喺啱啱停車場過嚟5分鐘左右嘅路程，就可以去欣賞下呢個峽谷嘅景貌。陣都拍一下俾大家睇。